那这么如果要把相片把它放入我这么叫调刚安尼讲要把相片把它放入相框里面。相框咱知是不是两块头前一块玻璃嘛后边可能是一片迄个啥美丽房你这么是迄相片就是咱相片是不是规张安尼对无？你要甲安尼甲放入迄个安尼一个很窄迄个缝隙，安尼甲藏落去迄个动词做啥？迄个用笑较好，用色都无遐水气咱来从笑甲色来甲分得清楚我这么先讲笑笑就是把一张薄片也是讲就是一个薄片啦迄个安尼扁扁的物件要搁甲放喺一个迄个啥，迄个一个迄个壳仔内底安尼迄个做笑入去。迄字笑就是写刀鞘的鞘刀鞘的鞘。举例来讲，我即摆才先举例来讲，像讲迄个相片笑入去迄个相框相框内底，也是讲甲刀甲笑入去刀笑内底刀笑内底。这是笑迄个较早的人拢定就是讲这个音，但是咱的教典敢若讲修一个音尔，伊讲修笑安尼这个是较不足啦。为什么讲较不足？因为迄个较早听到是讲笑是迄个真正听到可能是采录的人伊无听过笑，伊知影有笑这个音所以这确定是两个音啦看是讲甲笑入去，还是甲笑入去？好，怎么过来讲色色就是甲咱伫讲的迄个塞进去这个迄个呢较共亲像讲做甲插入去咱怎么过来分色甲插到底有啥物迄个啥呢？无共的所在来，怎么这个讲较有咱来讲亲像啥？亲像迄个水缸水缸做讲伫个下边来讲破一空镜迄个呢，阮较早阮的做法阮用迄棉有无？迄个棉花用棉棉呢用迄个尖咱用一支尖甲迄个啥，甲迄个棉用迄个空你棉要甲放喺空镜落无简单啦，阮就弄迄尖看拄，甲即个甲迄棉甲拄入去即个啥，迄个空底当时会讲色我会讲亲像讲咱若亲像迄个窗仔门窗仔门有当时对，恁可能嘛有一款生活经验咱若雨落到拍死人大的时阵有无你迄个窗仔门虽然拖起来有当时雨大到你窗仔门已经关起来拖起来，但是迄水共款佫渗入来有无尾仔出来看就是迄个窗仔门旁无够密，不够密合咱即当阵你买互迄个啥，买互迄个雨水管一直渗入来咱可能过去找一个迄个布也是讲找，甚至是迄个较厚的迄个纸嘛会使用迄个甲迄个窗仔门旁甲洗掉有无？即当阵咱就会当讲洗洗后来过来讲当时会讲洗亲像咱较早伫迄个庄脚人迄个定定用猪头猪头咱知影猪头用久的时阵除了讲头前迄个猪头面会蹲去以外，我甲你讲，连猪头猪头病马入去迄个猪头迄个有一个迄个啥迄共款迄个坑内底迄个爱迄个用一个咱无讲楔形文字用一个迄个共款迄个敢若亲像铁片有无你爱为迄个啥迄个空爱甲洗掉迄个迄个叫做猪头漆猪头漆爱从迄个空甲洗掉亲像讲咱搁讲做讲迄个讲我怎么举例来讲，咱生活中有伫用的讲伊
即只食头路啊，心肝哪会升遐紧？啊，有个人都讲尻川后话，讲嘿，哎，敢会是吼？有甲顶司吼洗钱，啥叫做洗钱？就是私底下偷偷啊吼，塞钱给他吼，甲贿赂啦。啊，这叫做吼，咱无讲做迄个，恁可能捌听过洗手后有无？吼，都真正有这个词啊吼，洗手后吼，所以这是洗吼。啊，若是拄则讲的踢，就是共款咧空较圆哦。咱讲哦，就是甲踢起来。啊，讲到这还佫有好来，哦，真济通讲。较早庄骹哦，咱用迄个啥，迄个大灶伫香火啊，大鼎有无？迄鼎吼是生仔做的，生仔就是生铁吼，生仔就是生铁。啊，生仔鼎吼要用生铁，咱袂用熟铁，足简单。因为生铁迄个传热足紧的啦，咱咧鼎吼都是火一个刀吼，你当然都是迄个吼，迄个传热爱足紧的，啊炒菜嘛才会好炒着。吼，啊，毋过生铁有一个特性，伊就是较脆啦。较脆吼，啊用久哦，迄鼎吼，定定伫迄个差不多较晚鼎在的所在吼，就较下边，因为迄较晚鼎在的所在，你定定煎时安尼拉安尼起壳叫吼，定定伫迄鼎在遐都有当时啊都会安怎，会迄个破空吼破空，啊我家己吼暂时解决的方法咯，就是像拄则我讲的，阮阿嬷就摕迄个啥棉啊吼，啊先将迄个空吼。迄个啥呢？吼，就是安尼加，即当阵哦，就是看啥，看加迄个吼，加看是要讲洗入去嘛会使吼。啊，即当阵就无适合讲烧吼，因为是一空哦，要甲洗面啊吼，即样用洗吼。啊，伊若是愈来愈大空，到尾也无法度，足简单的。较早有人伫共补鼎有，补鼎啊，伊个用一个吼，迄叫做补鼎丸。哦，恁可能有人知影补鼎丸，吼，有人讲做鼎珠啦，哦，这语词拢足老啊，吼，珠就是珠的珠啦，吼，啊，伊其实伊就是一个金属丸，吼，啊，因补鼎的人哦，足简单来个将迄个鼎珠甲扬起有无，吼，甲融化甲扬起，啊，将迄个鼎迄空甲啥，佮甲迄个塌落肉，吼，还有说补鼎，吼，所以较早迄个后迄个补鼎吼，我迄个黑胶唱片哦，我曲盘内底吼哦，啊，佫有听到迄欧文良讲到迄个啥补鼎师哦，啊，因迄对话足趣味的吼。好，来，咱拄则吼，是因为我要甲大家讲做吼，迄个吼对一个平的平面安尼甲放入去，迄个做烧吼，迄做烧入去吼。啊，亲像吼，阮当时还佫会讲烧呢，亲像咱迄个啥呢？较早庄骹无拢咧佛祖漆啦，就是咱红架道顶悬无拢画一个吼，迄神像一般啦，传统的迄个吼庄骹人吼拢有迄个佛祖漆啦吼，啊顶悬个画观世音菩萨啦吼，啊迄个妈祖啦、关公啦吼，这是咱一般迄个庄骹看到迄个佛祖漆啦。即嘛我相信即嘛有人厝内嘛是应该拢还佫有吼。啊做佛祖漆的时阵哦，伊就是共款吼。共款先画好了后吼，啊伊共款爱甲烧入去即个啥佛祖漆啊迄个坑内底吼，共款拢用即字烧吼，啊咱写就是写迄个刀鞘的鞘吼，就是吼读做烧吼，啊是咱教顶讲烧吼两个音，好，放入去吼，甲有讲烧入去吼，安尼若吼迄个摕出来吼，个无讲我做迄个啥。无讲做烧出来，因为迄袂使用，迄个是安尼甲塞入去，迄个动作甲入去吼，迄个动作甲是烧入去。啊，若拔出来吼，来，迄个音乐是读做吼，飞起来，飞开，飞起来，飞开哦。这个飞，这个音吼，我会记得我有写一篇文章吼，伫咱教育部的迄个啥朗读的网站顶悬有，做假绳啊吼，我内底有讲到吼，迄个啥，迄个。囡仔人吼有，等迄个卖绳啊来的时阵哦，迄个冰桶有一个塔仔有无吼？塔仔甲掰开吼，掰开吼，啊，迄个一阵凉凉的白烟吼，安升起来，好，看到喙暖水强要顶落来吼，迄个读做掰开吼，放入去吼，才会当讲烧入去吼，啊，迄个吼，你从我甲抽出来掰起来吼，摕起来，迄绝对袂使讲烧出来，无人安尼讲吼。